好，咁今日同大家分享一個 MC 技巧，就係關於我哋嘅 equation of locus，都咩叫軌跡嘅方程啦。咁大家理論上應該係中五嘅下期啦，今日會學到個課題啦。咁所以嗰日就係考 DSE 啦，就更加應該要即刻學識咧，就係呢個 MC skill 啦。好，條題目咧就係我哋嘅 DSE 2021年嘅 MC 第廿五條，大家見到啦，當年命中率得36%，好似好難，但同大家講，其實你5秒就做完，基本上一個 step 都唔使寫。咁啦，而家有兩點啦 ，M 同 N 分別叫做5.7同埋6.8啦。之後 P 就係個 moving point 移動點。such that 就係 PM， 即係個 P 同 M 嘅距離會等於翻 MN 嘅距離啦。MN 咧係兩個 fixed point 固定點，咁即係其實呢個就係講緊個 P 同 M 嘅距離係永遠都一樣。咁即係我哋話與一點保持固定距離，第一件事大家一定要温書嗱，呢個好簡單，一定要温，就係與一點保持固定距離。記住就係個 circle 圓形。轉頭同大家温下書 ，OK 嘛？咁但係大家一定要背到，就係如果你見到得一邊係有個 P，OK？如果兩邊都有 P， 即係譬如 PM 等於 PN， 就係 perpendicular bisector 垂直平分線。但係覺得一邊係有 P 嘅説話，大家記住佢就係 circle， 所以第一件事考試即刻查咗 A， 查咗 B。因為 A、B 咧都係直線方程 equation of straight line。好啦，剩翻 C 同 D。第二件事大家一定要知，就係重複嘅英文字母就係個 centre 圓心，因為個 concept 其實係咁嘅，就係個圓形。然後咧呢個 M， 呢個就係個 P 啦。咁所以 MP 嘅距離永遠等於咩咧？就係 MN 的距離。其實佢係呢個意思。所以大家要記住咧，就係如果今年考試係咪 DSE 或者頭日見到 ，OK 個 M。係重複咗嘅，即係重複英文字母，佢就係個圓心。所以5-7，但問題係 C 定 D 咧？呢啲基本 concept 大家要知啦，就係一個圓方程，記住邊個位就係個圓心咧，就係個 DE 除負2。所以今日-10除負2就係我哋嘅正5啦，-14除負2就係我哋嘅正7。所以答案咧就係我哋嘅 C 劇嗱。講就講咁耐，但係你考試一見到一考我哋嘅 equation， 第一件事問自己啦，佢係唔係 circle？ 係，你會查咗兩個，然後就即刻鎖定翻個 centre，OK 嘛？就睇到咧係-10、-14，一個 step 都唔使寫就做到㗎啦。希望大家咧一定要學識呢個軌跡方程嘅必背嘅一個問法。呢條片去到呢一度。